来看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传出有护理师虐待红婴仔，病院表示，这个护理师的行为确实有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。卫生局昨暝已经处分这个护理师，要求停业1个月。若病院无监督好势，要罚25万。影片内面，护理人员拿用手拍婴仔面床，嘴拿伫咧骂，还阁听到幼婴仔哭的声音，互外界质疑是虐待囡仔。桃园病院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规定通报，将这位护理师加护理长调离降职，上考纪会议处。该名护理师及单位护理长调离现职，暂停所有临床业务，相关人员也一并移送考纪会惩处。病院表示，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去年9月小儿科病房，讲这位护理师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，遂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通报主管机关配合警政、卫政、社福等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加处分。如果有不当对待，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，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。护理人员疑似涉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，将依法裁处6到60万元罚锾。桃园市卫生局伫咧11案发新闻稿，讲甲这位护理人员停业1个月，并且接受调查。因为病院因为无现前督导的责任，依照医疗法第57条第1项等规定，裁罚25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